来看这幼教育界的问题呢，有真侪这幼儿园的老师是出面来澄清，因讲这现行的法律是来规定偏乡的幼儿园，若准招生招无甜，安尼就会当收其他2岁外的细汉囡仔。也毋过其实真侪偏乡呢，拢是2岁囡仔比5岁还阁较侪，大家安尼南做伙，颠倒有可能影响到教育品质。面对少子化，偏向幼儿园减收有学生，一直是这几档政府重视的问题。为着要解决问题，教育部放令规定，只要偏向幼儿园招生招无满，就会当甲名额让互满2岁幼儿。但是这个变巧的做法，实际上是造成第一线的教保员的困扰。有侪名偏向的教保人员向立委林月卿澄清，讲教室内底2岁囡仔，佮比3至5岁囡仔佮较侪，大家南做伙教，因为囡仔的需求无同。造成教育品质大受影响。偏乡的老师，他们不是不愿意照顾2岁的幼儿，而是不愿意在没有资源、没有设备、也没有加派人力的情况下，去被迫承担这个照顾的风险。民团指出，偏乡幼儿园的师生比已经比国际标准更较悬。伫咧偏乡地区，一位老师会对15位的学生，一般地区是1:8，德国也干那1:3，这也显示出来偏乡老师的责任真大，发生危险的风险也真悬。那我们在教保人员现场无力的一个状况，如果孩子真的受伤了，那到底是要算谁的？我觉得这个部分也对于我们现场的教保人员非常的不公平。当时也是考量，它的确是偏远地区，那学校规模本来就很小了，它其实根本没有多余的空间，在另外有设置2岁班的这个空间的状况下，那它可以有余额的时候可以来下收2岁幼儿。对此，教育部是回应，因为考虑到偏乡的教室无够，所以才会有南做伙读册受罚。因也指出，若是有收到2岁囡仔幼儿园，除了会当向教育部申请增加教保员，另外阁会当提供因设备的补助，政府会透过补助提供偏乡的囡仔有完善的照顾。记者戴亚轩、林秀凯台北报道。